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进前到外交部抗议，引发着一连串的风波。其中立委陈怡民当时甲一个女警的帽仔拔掉，佮动手甲杀，随后迄个女警提出着告诉。真侪讲无出面的陈怡民再去出现伫立法院，总算是鞠躬道歉。 我在这边愿意跟他致上最诚挚的歉意。好，那也希望这个风波能够早日的平息。国民党立委陈怡民头一摆会室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七日到外交部去抗议，出手拔掉保人女警的帽仔，唔但安尼尔，佮加杀，这个画面拢有录到。要么过顿工切的时，陈怡民伫法院往。他就是站着不走，也不拿证件出来。我一直觉得他可能是要白啊。当来有真侪人叫伊赶紧出来会室的。第一时间。 我在脸书上面已经有跟他致上万分的歉意，可能很多人不上去看我的脸书。陈怡民有伫面贴顶面写讲，何这位冤警变成全国焦点，感觉歹势，因为无任何人应该变成政治征锋的对象，互人认为诚意无够。陈怡民愿意道歉，我们应该给予肯定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也建议陈怡民其他话不必再多说，避免愈拉愈吵。 陈怡民今仔日伫立法院鞠躬会室的，就希望讲这个争议的事件到这为止。